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陽光財經，我係 Sunny。今日係2026年7月7號星期二，標普指數今日跌咗33.58點，跌幅0.45百分比。大致嚟講，暫時都冇見到有咩暴跌嘅徵兆。細心咁嘅三角形整理到底係咪真係突破咗呢？尋日標普指數突破咗三角形整理嘅上軌，今日就冇咗支細陰線回落，但都仲係突破條線上邊。雖然咁樣突破呢種三角形唔算好穩陣，但係如果喺其他市場信號嘅情況下，我覺得繼續上升嘅機會略高過下跌嘅機會。納斯達克指數跌咗302.47點，跌幅1.16百分比，同標普唔同。納指仲喺三角形整理入邊掙扎，如果唔突破嘅話，就會喺收斂三角形尾端度細幅震盪，直到突破三角形，通常都係會延續原本嘅上升方向，所以都唔係太擔心會出現暴跌。道瓊斯指數今日跌咗130.76點，跌幅0.25百分比，相對嚟講比較抗跌。今日日 K 係細陰線，但仲企喺5日線上面。細跌都冇跌穿5日線，短線仲係睇好。咁樣判斷落嚟，科技股面臨短線調整壓力，而 B 線嘅成熟板塊可能吸引咗部分資金關注。今日我哋公開賬戶蝕咗3848，跌幅1.84%，淨資產有20.5萬。特斯拉跌咗4.02%，貢獻都幾大，賺錢就冇乜賺到。不過有一樣嘢值得拎個吹水，就係 IBM 買咗之後日日升，最慘係買得少。照我一貫嘅手氣，如果買多啲可能就唔升啦。IBM 已經連升7日，每日都係陽線。今日科技股都跌緊嘅時候，佢都仲升咗2個幾百分點。美國銀行將 IBM 目標價由315調高到330，繼續維持買入評級。IBM 今個星期聯同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同埋克利夫蘭醫學中心宣布嘅重大科研突破，首次用量子半中心超級電腦成功模擬嘅核聚變反應堆所需嘅熔藍分子結構。6月尾，川普都讚過 IBM， 所以 IBM 都係喺最近吹過咗幾間公司之一。川普打咗1年幾嘅貿易戰，但係美國貿易戰越打，貿易逆差就越大。美國商務部公布數據顯示，5月份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咗42.2%，去到776億美金。美國出口跌咗3.2%，反而進口升咗3.3%。電腦配件、半導體、消費品、工業原材料、汽車等等進口都有增長。美國本土市場需求好強勁，好公司持續加大人工智能相關投資，推動咗相關硬件配件同半導體嘅採購需求。人工智能喺微觀層面帶嚟咗好多牛股，喺宏觀層面仲影響埋一個國家嘅貿易逆差，可見呢件事真係一個影響深遠嘅歷史事件。南韓三星電子交咗份好似暴發戶咁嘅財報，但股價就全線崩潰。三星電子營業收入翻咗1倍，去到171萬億韓元，第二季營業利潤有89.4萬億韓元，折合美金有584億，同比增長超過18倍。呢個數字仲多過過去3年嘅利潤總和，仲超越咗蘋果同英偉達，刷新咗全球科技股單季利潤紀錄。韓國股市隔夜大跌，三星一度跌咗10%，最終收市跌6.9%，拖累韓國 KOSPI 指數跌咗近5%，利潤增長超過18倍，市場都仲唔滿意咩？其實呢個就係利好消息出盡，市場早就預計到三星電子會有爆炸式增長，而且預期仲高過實際數字，即係話業績再勁都好，如果達唔到預期都係要跌嘅。仲有一點，之後仲可唔可以再佢多次18倍增長？佢肯定唔得啦。最近內存價格環比升幅開始收窄，佢之前升得咁多。另外，內存公司同客戶都開始簽長期合約，產品價格會趨向穩定，佢營業收入同利潤增長速度都會回復翻正常水平，所以業績嘅利好早就比市場預期嘅。內存超級週期有可能已經見頂。韓國喺內存股大跌之後，美股開市嘅時候，同板塊嘅存儲股都急跌 ，SanDisk、閃迪、快手跌到60日線之後反彈，形成咗下影線，收市跌咗7.26%，調整完之後仲有反彈機會。美光科技跌咗4.71%，
存儲股都出現咗向下跳空缺口。呢個缺口主要係三星電子帶動嘅，缺口通常都會回補，所以股價有反彈機會。而家市場擔心話，海力士喺7月10號去美國上市之後，存儲股係咪已經到頂呢？其實係有呢個可能嘅。半導體板塊今日跌得幾深，硬件都唔掂。嚟自中國嘅 DeepSync 要研發自己嘅人工智能晶片，用嚟優化低成本模型。如果未來下游嘅軟件同應用都開始自家研發推理晶片，喺半導體硬件嘅高增長同高估值就會面臨挑戰。DeepSeek 其實唔係第一次衝擊美股市場。喺1年半之前，佢以低成本精嘅模型出現嗰陣，當時英偉達都俾佢打擊過一次。之後英偉達都係繼續大升，根本冇乜影響。摩根士丹利最新嘅報告就認為，硬件已經嚴重超買，估值已經拉到盡，資金而家正喺度獲利咗結。而雲服務供應商同軟件轉移同輪動、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相關嘅股票已經行使2到3年牛市。要睇未來仲可唔可以繼續升，關鍵就係下游數據中心仲有啲需求增長。有個科技研究機構 SemiAnalysis 喺最新報告入邊指出，算力建設仲有得升。預計 Meta 明年資本開支仍然會大幅增加。投資公司列嘅4個原因嘅支持 Meta 仲會擴大資本開支嘅諗法。Meta 嘅超級智能實驗室並冇放棄研發最前沿嘅 AI 大模型，呢啲都需要源源不絕嘅算力。Meta 打算將而家嘅廣告推薦系統擴大10倍。無論係用算力去訓練系統，定係俾系統去計用戶嘅喜好，都需要大量算力。而家廣告正正就係 Meta 最賺錢嘅馬車。傳聞 Meta 正計劃將 Anthropic 公司嘅 Cloud 模型引入自己平台。呢個做法有冇似亞馬遜嘅模式？好，佢呢單合作有機會帶嚟高達100億美元嘅算力交易，不過雙方仲未正式宣布。Meta 可以學馬斯克嘅 SpaceX 模式，將閒置咗大規模算力以高價短租形式租俾其他人。據估算 ，Meta 只要睇出一小部分算力，好似兩百兆瓦用嘅外租，佢1年就已經可以輕鬆賺超過100億美元。就係呢4點 ，SemiAnalysis 認為資本支出咗嚟緊1年仲會繼續增長，算力投資嘅軍備競賽仲未完。最近我發現硬件一升得勁，軟件就唔掂。硬件大跌嗰陣，軟件同雲服務大公司就會反彈。硬件同軟件形成咗此消彼長嘅關係，證明 AI 上游即係硬件吸咗太多血。佢嘅血包係邊度嚟嘅呢？就係嚟自微軟、Meta、Google、甲骨文呢啲雲服務商。AR 又話要取代軟件 ，AR 硬件越升越高。軟件就好似大軍壓境咁，升唔起。接住落嚟，硬件未必一定會大跌，不過軟件俾壓制咗咁耐，都有反彈嘅需求。我自己覺得今次 AI 硬件呢波行情，我錯過咗唔少，重倉又唔喺上面，淨係清倉投資下嘅股票啫。但賺錢唔重要，最緊要係終身學習，學無止境。我有一個好深刻嘅投資體會，就係價值投資嘅前瞻性其實真係唔可以睇得太長遠。佢應該冇幾遠呢？係佢10年8年，定係佢1年半載？如果喺10年8年，其實有好多好有希望嘅股票，好似特斯拉咁。10年之後機械人會唔會爆炸式增長？ SpaceX 10年後會唔會喺太空起數據中心，登上月球，進軍火星呢？仲有 Circle 5年後會唔會變成國際支付結算嘅重要渠道？都有可能嘅。但係呢啲萬梅止渴，梅林仲喺500公里之外，咁樣唔單止鼓舞唔到士氣，反而會令士兵攞晒前行嘅勇氣。所以我而家結論係佢1-2年就夠啦。過去英偉達會升得咁勁，因為2024年嗰陣下個季度嘅財報要3位數增長，嚟緊1年同比又係翻倍。所以股價就狂升，依家美光、閃迪、三星、海力士等等都係咁，都係因為1年內業績會爆升，所以股價都跟住狂升。佢以後嘅股票就要攞咗嚟，唔遠將來業績有確定性增長，而且增速仲要好高嗰啲股份，嗰啲要10年先實現到嘅夢想，股價可能就會好折磨人啦。
講返 SpaceX， 今日 SPCX 加入納指100，不過利好消息出盡，未來又有無盡利淡，股價今日一見光就死，跌到咗150，返到 IPO 開盤價，未來再跌落發行價135，甚至破發都好有可能。佢10年實在太遠啦，睇返一年 SpaceX 一年內嘅業績都會好普通，而且一年內有大量解禁，佢哋嘅員工開始買豪宅，就等解禁賣股票套現。SpaceX 加入咗納指，呢個意思係好多追蹤呢個指數嘅基金，而家一定要買入同持有 SpaceX 嘅股票。呢度入邊包括咗 401k 退休金嘅錢啊。對於將錢擺喺呢啲被動指數基金入邊嘅投資者嚟講，呢個代表你嘅退休戶口可能已經喺唔覺之間開始持有嘅 SpaceX 嘅股票。納指100嘅投資者就開始擔心，透過 ETF 一籃子投資，佢哋被動咁持有嘅 SpaceX 呢隻股票，佢哋會唔會嚴重影響到納指100基金嘅回報率呢？其實對納指100影響唔大，因為成分股嘅權重係按流通股嘅計算，而家流通股市值都只係700幾億，喺納指100入邊佔比細，影響好有限。但係1年之內限售股逐個月解禁，流通盤就會越嚟越大。1年之後嘅納指100嘅權重就會比較明顯。對於投資被動基金，好似 QQQ 嘅投資者嚟講，最重要都係長期定投。QQQ 成分股調整其實唔使太過介意。其實佢好 SpaceX 嘅機構都唔少，有人話值300蚊美金，甚至有人叫到800，好似拍賣咁。摩根士丹利就俾咗 SpaceX 增持評級，預測目標價係300蚊美金。另外仲有分析師預測到800蚊，呢個分析師叫 Jesus L， 俾佢強力買入評級。如果以800蚊美金計，市值就上到10萬億啦。呢個分析師認為到2035年 SPCX 有90%收入都會嚟自人工智能。咦？點解一間火箭發射公司收入反而主要嚟自 XAI 嘅人工智能？實在有啲牽強。不過總括嚟講，華爾街分析師對 SpaceX 嘅平均目標價係236蚊，佢800咁誇張。如果股價將來因為解禁或者火箭發射失敗等原因大跌到比較低嘅水平，到時可能會有好嘅投資機會出現。沃爾瑪呢兩日喺全美範圍內對幾千款夏季熱門商品同日常必需品大幅減價，牛肉碎減價12%，粟米減價63%。車廂紙由11蚊減到5蚊，6毫3仙蚊等等。結果特朗普就話呢個係應政府要求減價，沃爾瑪係愛國者。沃爾瑪嘅股價都好似打咗折咁。最近一啲股價跌穿咗年線，感覺由2022年之後，沃爾瑪就沿住年線一路升上咗2倍幾。依家跌穿咗年線，我覺得未必係趨勢完結，年線下方可能係撈底買入嘅機會。曾經被叫做特斯拉殺手嘅 Rivian， 今日因為增發股票暴跌，因為公司宣布發行7500萬股新股，大幅稀釋原有股權，好明顯靠賣車都養唔起自己，年年都蝕錢。呢隻股票上市嗰陣聲稱可以同特斯拉競爭，結果好快就令到投資者幾乎輸晒本金。呢個就再次證明市場過度吹捧佢哋，唔可以全部信晒。好啦，今日嘅節目就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